我叫巴桑次人，是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我叫满欣卫，我是贵州贵阳人。06年我是第一次到拉萨来参加藏历年晚会，然后跟我先生就是巴桑次人认识。07年成为了男女朋友，然后08年的年底，我们俩就决定结婚嘛。当时是在北京，然后做一个音乐自由人。巴次呢是在这边是武警文工团的编导。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俩说那我们也要在一起。他就说要不一起干一件事情。我说干什么事情？他说干一件甜蜜的事情。我问他什么甜蜜？他说做蛋糕很甜蜜，糕点。我说好吗？然后呢，巴次就用了3年的每一个假期就去学。然后就这样，09年8月7号办了阿克丁，开业了。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在拉萨做这个店，我肯定音乐是丢了的。巴次很有预见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叫阿克丁。因为我爱人是拉手风琴的，外语上头 accordion 就是手风琴的意思。然后阿克丁这3个字，我觉得也很好看，也挺好听的。然后有时候我就给朋友解释嘛，好玩的解释。我说阿克丁，阿上面有一个丁字，壳上也有个丁字，丁也是有3个丁，3个人嘛。我说我家里3个人，然后阿是我有个耳朵旁，有个口字旁。我说我会听别人说，我也会说话，也有我的建议。我老婆的话很有想法，不太愿意听别人的，所以只有嘴巴。小孩还小嘛，就听不懂，我就这样解释的。我就说好嘛，那就叫阿克丁嘛。然后他说那藏式就是体现我嘛。我说可以，那我们就叫阿克丁藏式面包坊，就这么起的。那时候因为可能是整个拉萨这边的消费习惯里头没有芝士蛋糕这一类，所以就一直没生意，就是32、57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后头就是店根本运作不了了。巴次他就去那个藏大，去带舞蹈课，会有一些收入。然后我呢继续去一些酒吧呀、什么跑场啊去唱歌拉琴，那么有一些收入，那么我们来填补店里面的一些问题。阿克丁是我们的理想，我不希望开一个店，那是餐厅，人家肚子饿了来店里头吃个东西，我不希望是这种日子。我们也没把这个阿克丁当成一个生意，这是我的生活。不是说炒菜做饭做蛋糕面包不是艺术，只要是任何东西加上的想法创新，我觉得天底下全是艺术。我开办这个出来的第一个面包类就叫牛粪面包，其实这里头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就希望人家来问。现在的话，好多客人就会问，哎，你干嘛叫牛粪面包？然后我就可以从牛粪开始讲我们西藏的藏族的生活方式，藏族的理想也好，什么都可以去说。所以这个点，别人有些人会说是，哎，为了商业炒作；有些人随便，任何都可以，是商业炒作也可以，只要他能够从牛粪面包里头了解到一部分藏族文化。我们一直会坚持手工制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我们的态度。就是也许可能量不够，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就像收成不好的时候，可能会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是我还是比较认定大自然和人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定胜天的。阿克丁该怎么样，就和他自己会怎么样，不用我去想。就像从09年到现在开了6个店，这不是我的计划，还是看他的命，阿克丁的命。然后现在我们也下定一个决心，就是在明年开始，我们再也不使用一次性的打包的盒子。你比如说你来打包，你要不用我们的杯子，你要不就你自己带杯子。你如果说我没有，你想打包那个，对不起，那我不打包，我情愿不赚这个钱，但我一定要这么做。
觉得其实做着阿克丁，其实有时候感觉还挺重大的，很好玩。